雖然個個都覺得我係全網無前任母胎單身嘅江律師，但係我前排經歷咗一段好 emo 嘅分手。深夜我喺張床度喊到滿地都係紙巾。早上我媽入嚟同我講：女啊，唔好成日咁操勞啦，動手能力咁強，不如出去揾個人解決啦。為咗唔令到我媽擔心呢，成地紙巾呢一種敗方 MVP 結算畫面，我只能夠係承認我去咗搭飛機。一旦你單身，坤哥阿禪啊，佢哋就會同你講：哇，我無法想像你可以食幾多小奶狗幾水，唔係㗎，唔得㗎，你以前都食唔到，憑咩而家食得到啊？同阿 K 先生認識於一個 KTV 嘅包房，我第一眼見佢就產生咗好強烈嘅生理衝動，因為當時飲多咗嘔咗出嚟。而我當年29歲如狼似虎嘅年紀，再加埋我嘅職業屬性，我攞隻腳喺台底撩下佢，後尾坐近咗，大髀碰埋嘅嗰一瞬間，佢即刻考慮緊係3年以上定係10年以上啊！佢嘅意思係話想同我喺埋一齊嘅市場。咁啱佢又係一個智性戀，佢唔在乎外表，於是我哋就開始咗一點點了解，一點點破冰。開始咧就好似隔住一道牆咁。後來我哋從詩詞歌賦傾到人生哲學，喺我認為我終於都可以將呢道牆破開一個窿，欣喜咁想通過呢一個窿捉住佢隻手嘅時候，就發現佢伸過嚟嘅係佢嘅雞髀。所以唔好再問點解刑法唔保護男人嘅性同意權。據我對男人嘅了解，喂，你下下都同意，自己俾錢都要同意，咁肯定冇特權啦。嗱，講翻正題。K 先生個人做嘢咧就好到位嘅，即係大概到位呢度咁咯。我以前成日話自己係又緊又深嘅江律師，呢4個字就係佢形容我嘅。而我確實又真係一位法律知識深厚，而且性格又相當嚴謹嘅人。呢一段感情咧就係佢提供情緒，我提供價值，我出錢，佢出力。同佢一齊之後咧，我終於明白到咩叫做靚仔無才便是德。而分手嘅理由咧亦都好簡單。我同佢喺埋一齊咗3000個日與夜，分手係因為時間太短。嗱，唔係嗰方面啊嚇，係指見面，因為我哋係異地，而且佢係個媽寶男。我同佢一齊嘅感覺咧，用坤哥嘅説話嚟形容，就係我同佢阿媽一齊爭佢嘅撫養權。所以好多佢嘅家庭壓力同埋現實問題，最終導致佢向我提出分手。我喺嗰一段佢唔再接住我全部情緒嘅至暗時刻，我曾經毫無體面咁樣去揾過佢，講過好多厚顏無恥嘅説話求復合。點知俾我發現咗佢同其他女人嘅電影飛嘅票根同埋一盒壯陽藥。原來人哋一早就已經換咗話啦，但係徹底令我放棄咗佢嘅就係呢一盒壯陽藥。畢竟如果唔係正緣嘅話，身體太重要啦。呢段感情咧，我肯定覺得係佢全責嘅。人哋新女友都顯懷啦，我都未釋懷。但係我都明白自己其實確實有好多唔成熟嘅問題嘅，比如話口不對心我最勁啦，比如話我無限續杯嘅要求啦，比如話佢唔回覆我超過3個鐘，我就當佢自動離職，唔回覆我超過5個鐘，我就以為佢同人哋結咗婚之類。K 先生後來同我講話，佢媽媽逼婚，佢要通過交友軟件去認識結婚對象。雖然我覺得呢一句説話係一個笑點，但係因為佢係真係咁樣同我講嘅，所以我一啲都笑唔出。於是我都下載咗同款軟件。幼稚咁諗，希望再次遇到佢，互相 like， 重新開始。點知一日我就收到咗600幾個喜歡同埋留言。佢哋問我：江律師，我係你粉絲啊，點解你都會嚟呢啲地方嘅？我好尷尬咁回覆佢：冇啊，我想過嚟一對一普法，揾多啲客戶啫。所以本來被留低獨自一個人推倒重建嘅日子已經好辛苦噶啦。從當年嘅雙向奔赴到而家嘅雙向情感障礙，落差真係好大。我仲要係個稍微有啲人認識嘅人，巴乎疊滿。拍拖啊浪費精神，唔拍拖啊浪費肉體，所以人生真係好艱難啊！如果 K 先生可以睇到我呢段說話，我好感謝你8年嚟嘅陪伴。我要重新流入市場啦，盛裝出席去奔赴那人間疾苦。如果你結婚邀請我呢，我一定會去嘅。我會以法律界嘅段子手嘅身份去活躍氣氛，唱翻首嘉賓過你聽下。俾你老婆打成摺疊屏，仲可以訛翻你20萬。點解呢條視頻叫 Dirty Talk？ 因為爭東時注定係要送走嘅。雖然你離開咗我，但係你嘅音容笑貌依然與我同在。前任祭天，法力無邊。關注我，江律師，你會幸福㗎。
世事沒如果，別再期盼如果。明明放低的你，竟已唱新歌。我尚在如此，不知惆悵着別離開我。失去你，唯有等粉絲去喜歡我。